台灣偶像劇小天后林依晨呢日嚟到香港為首張大碟進行宣傳，吸引咗唔少歌迷嚟到接機。自從唔少藝人被揭發已婚之後，傳媒就不斷喺搜尋網站上揾出疑似藝人結婚個案。而最近傳媒就喺同一個網站搜尋到同依晨同一個英文譯音嘅人喺01年同一位名為 Channy Hang、台灣譯音為陳李漢嘅男士註冊結婚。呢日戴上口罩嘅林依晨就開腔回應疑似婚事嘅報導啊！有不舒服嗎？沒有，是安全至上的那種，對不對？慢翻少少，唔好話咁啦。之前有一個慢翻少少啊！對這個報道有什麼回應？那粉絲會不開心？如果你真的結婚？不會嗎？我不會的。粉絲說不會。那個網站會擔心嗎？網站對你也會結婚的那個。哦，我心情沒打算。你會去那個Las Vegas去結婚嗎？你是會那種人嗎？我比較看心情的，所以不一定。